人去日本東北呢，都會直接坐新幹線去仙台，或者去一啲好出名嘅溫泉區。今次呢，我就想試一條唔同嘅路線，由東京上野出發，坐新幹線，第一站就去咗一個好少香港人會停留嘅地方，就係茨城縣嘅水戶市啦。水戶呢，唔係一個熱門嘅旅遊城市，冇乜大型嘅商場，亦都冇人山人海嘅景點。但係正正就因為咁呢，我就想由呢一度開始，因為呢一趟旅程呢，本身呢就係唔想去追景點嘅，而係想用一啲時間慢慢行入日本人嘅地方城市去感受一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スーパー楽しいです。よかったら一緒に Sing it I love you come on。今次我哋就係住呢一間酒店啦，就係大和 Voyage 酒店。一行出火車站就見到啦，由火車站行過嚟1分鐘就到啦，酒店都好新淨。房間呢就係一般商務酒店嘅 size 啦，整體嘅感覺都唔錯嘅，勝在光猛啦，又好乾淨企理，同埋由酒店望出去嘅景色呢都好開揚。水戶市嘅名物呢就係納豆，同埋以數量驚人嘅梅花聞名嘅。第一晚冇乜頭緒食啲乜嘢，突然之間想食鰻魚飯，咁我就喺 Google Map 入邊打鰻魚飯 near me， 跟住就俾我揾到呢一間食鰻魚飯嘅專門店，就喺車站行過去6分鐘。入到去你見到呢一間食鰻魚飯嘅專門店嘅裝修呢，係好有懷舊日式嘅風格。menu 嘅選擇唔多啊，個店員呢就推介叫我哋試下一個雙層鰻魚同埋單層鰻魚。之後我哋每樣都點一個嚟試下。double 意思係咁啊？即係咧，佢俾咗份味啊！唔同嘅價錢咧，佢有解釋俾我哋聽嘅係 double。咁我哋問佢係咪 double 飯，佢話唔係，佢就話 rice eel rice 咁。但係嚟到我哋以為佢係齋飯，啲飯多咗，原來唔係喎，仲有鰻魚因為啲飯有鰻魚喺度嘅。而家我呢一個咧就係個 single size， 佢嗰個叫 double size。好，睇下先啦 ，single size， 好，係我哋中意食嘅厚身傳統鰻魚飯嘅味道，唔錯。最後埋單兩位要12,100 yen。第二日一早起身，由水戶站搭咗16分鐘過嚟呢一個站，叫做聖田站。然後喺東口嗰邊出搭呢一個2號巴士，目的地就係呢度啦，國營常綠海濱公園。來回嘅車費呢，每人係要900 yen。又係呢一架巴士啦，貼滿晒好 Q 嘅公仔喺個車身度。由呢個聖田站搭去公園呢，大概係要700個字左右。去到個公園呢，亦都要買入場券嘅，要800 yen 一位。睇地圖呢，其實公園嘅面積呢好大嘅，不過今日嘅重點呢，就係要嚟呢度啦，見晴之丘。今日天氣麻麻地啊，冇乜陽光啊，陰天。不過好彩呢，都冇落雨。行去見晴之丘之前呢，你會見到有好多呢啲小食檔嘅，有各式各樣嘅日本小食。我哋呢就揀咗呢一檔日式番薯350 yen。仲有呢一度有一個好大嘅攤位呢，就係專賣呢一個公園嘅特產同埋手信。喺呢度賣嘅梅呢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同埋鹹度嘅，我哋都喺度揀咗一大輪啊！繼續向前行呢，你會發現有更多嘅小食攤檔。佢最細心嘅地方呢，就係當你買完嘢食之後呢，呢度亦都有提供好多座位俾你坐喺度慢慢食嘅。入到大直路啦，離遠呢，你已經見到有一啲紅色嘅物體。開始慢慢行近啲呢，原來就係一大片紅色嘅掃帚草啦。掃帚草嘅原名呢係意大利文嚟嘅，叫做 Specia scoparia。除咗掃帚草係主角之外，喺山腳下邊呢有一大片嘅大波斯菊。
佢嘅外觀呢係好容易認嘅，通常有8片嘅大花瓣。大波斯菊嘅莖呢係好細同埋好長嘅，所以呢好輕微嘅風呢都會吹到佢哋喐下喐下咁樣。日文呢就俾咗一個特別嘅意思佢，叫做秋櫻，解讀為好似秋天櫻花咁靚咁。好啦，我哋開始呢，慢慢就由山腳行上去啦。掃帚草呢響夏天呢係生長得最旺盛嘅，因為含有大量嘅葉綠素，響夏天嘅時間佢係呈現翠綠色。隨着日本嘅10月氣溫開始下降，日照嘅時間就縮短啦，掃帚草呢就開始停止生產呢個葉綠素，咁樣呢就令到呢隱藏響葉中嘅花青素呢就開始大量產生。咩係花青素呢？花青素呢其實就係有一種保護植物細胞嘅作用，等佢哋唔使受到強光嘅傷害，同時又令到呢一種植物開始慢慢變到鮮豔嘅紅色。如果大家係響7月至9月份嚟嘅呢，你只會見到呢啲掃帚草呢，大部分呢都係只係呈現綠色嘅。如果由10月頭至到10月中嚟呢，你會見到開始啲掃帚草慢慢由綠色開始變到鮮豔嘅紅色啦，就好似而家大家睇到呢一個情況咁樣。其實最佳嘅觀賞期呢，就係喺10月尾啦，佢哋稱之為黃金期。到時你就可能見到成個山都係一片紅啊！行完掃帚草呢一個大區域之後呢，其實仲有其他地方行下嘅。好似呢一度咁啦，有幾間屋仔，原來呢係以前嘅消防局嚟嘅。你會見到佢哋休息嘅場地同埋擺設架撐嘅地方。行完消防局之後，你一出門口就會見到呢一大片嘅花海啦，就係你會見到一大片嘅黃波斯菊啦。黃波斯菊呢就會早開一啲，所以呢10月頭嚟到呢，你都會見到咁靚噶啦。黃波斯菊同我之前睇到嘅大波斯菊有咩分別呢？其實最大嘅分別呢，就係黃波斯菊嗰啲葉呢就會大啲同埋闊啲。行下俾我發現咗一架美食車，有啲人喺度排緊隊喎。原來呢一架係甜品車嚟嘅。呢一款甜品呢係由栗子做嘅，而嗰粒栗子呢係出產自茨城縣嘅粒間城。佢製作嘅方法呢都幾特別嘅。又係將一粒栗子咧擺落一部機入邊咧，然後就擠壓成一條條好似麵條咁樣，變成好幼細嘅栗子蓉，然後可以根據你嘅喜好咧，可以加入雪糕或者係忌廉蛋糕。佢嘅賣點咧，強調咧係現場即製，同埋唔係連鎖店嘅甜品鋪嚟。佢有另外一個法文嘅別名咧，叫做 Mont Blanc， 意思即係話白朗峰啊！你睇下似唔似一個山峰？我就揀咗咧加合桃同埋雪糕，配埋一個忌廉餅底。好啦，等我試下睇下好唔好食先。Exactly 係食栗子咁啊！我都話咧，唔係啊，栗子蛋糕嗰啲栗子嘅肉啊。但係真係好值得試喎，我覺得呢樣嘢個味道好特別。咁我試下啦，咁加埋雪糕。真係好食。好食啊！好香。好香啊！因為我入邊咧係有佢個餅底好似有個嗰啲果醬，係啊果醬 cream 咯，同埋有個雪糕喺入邊包住嘅。嗰粒栗子先係精髓，好香。嗰粒栗子夾出嚟嘅意大利粉咧，好栗子，好栗子，唔使剝皮嘅栗子，非常好啊！啖啖肉。呢一個用栗子蓉做嘅甜品呢，我真係真心推介啊！如果大家嚟到茨城縣見到嘅，一定要試下，因為嗰個栗子味呢，香味好重，甜得嚟呢又唔漏。同埋聽講呢一種甜品呢，其實喺日本呢好多時都係季節限定。如果你係中意食和風嘅甜品呢，呢一款呢你真係唔可以錯過啊！秋天必食。好啦，跟住行埋去另一邊嘅機動遊戲區。呢度地方真係好大嘅，如果你想行晒呢，真係都會幾攰嘅。後尾我發現呢，喺呢個遊戲區入邊呢，原來有單車可以租喎。如果你想行晒成個公園呢，又唔想嘥腳骨力呢，你可以呢一早入嚟呢，就嚟咗呢度租架單車先。呢個機動遊戲區呢，真係好適合一家大細帶埋啲小朋友嚟玩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行到差唔多下晝4點啦，個天呢都開始慢慢黑。睇完咁靚嘅花花草草之後，
肚仔餓啦，點算？我哋就返去盛田車站旁邊，揾到呢一間居酒屋，叫做15屋。咁就一次過挑戰晒茨城縣2大嘅美食，就係茨城縣嘅特產安康魚鍋啦，仲有茨城嘅極上和牛、常綠牛。我哋仲叫多一碟雜錦刺身。原來咧，安康魚咧係茨城縣最有代表性嘅冬季美食，被譽為深海嘅紅寶石。雖然咧安康魚咧個樣生得唔好睇，但係原來佢全身都係寶嚟嘅。啲皮咧就有骨膠原嘅蛋白，同埋啲肉咧就超彈牙嘅。加埋咧呢一個係用安康魚魚乾熬製嘅味噌湯底，啲魚乾咧融入咗啲湯入邊，喺秋天食咧就最啱噶啦，每一啖咧都食到魚乾嘅鮮味。另外，常綠牛咧係茨城縣認證高級嘅和牛品牌，佢嘅品質咧絕對唔會輸俾神戶牛同埋松阪牛。嗰啲牛肉嘅油花分佈咧非常之細膩同埋均勻嘅。常綠牛嘅特點咧就係油脂豐富，但係又唔會過於油膩，可以形容佢係入口即溶化，同埋啲牛肉香味係好濃郁嘅。配埋響鍋入邊嘅豆腐啦、菜啦同埋香菇，簡直係一個極致嘅享受嚟嘅。呢兩款食品咧其實咧都幾稀有性，離開咗關東地區咧，聽講咧就唔係咁容易揾到噶啦。下一集我哋會去到宇都宮，當然唔會少得當地嘅美食，亦都會介紹好近市中心附近嘅景點。由宇都宮火車站搭巴士10零分鐘就到啦，同埋最緊要唔係太多遊客。當你去到日本一啲細細聲嘅城市，你會發現時間好似慢咗落嚟，冇趕車，冇打卡，冇一定要完成嘅行程，只有你自己同埋眼前嘅風景。慢活旅遊唔係要你行得慢，而係要你終於肯停低去慢慢欣賞。下一站係宇都宮，我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去感受下一個咁寧靜嘅日本小城市。